你真的要学台语了。你知道阿萨布鲁，就是里面那个来源。阿萨就是日语的早上，布鲁就是日语的富罗，那个温泉。阿萨布鲁，早上温泉什么意思？就是以前啊，可能一些日本人啊，他们去嫖妓，就是晚上就玩啊，然后早上去洗澡。就变成早上洗澡的人是比较不正经的。阿萨布鲁啊，你买到这个阿萨布鲁的朋友啊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就主意。可能是我学台语之后就发现啊，我对台湾的了解，对台湾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台湾的年轻人啊，对自己的母语，对自己的文化比较没有兴趣，让我非常的无奈。然后看不起自己的语言，他说：“哇，你自己这么好的一个文化，你不去保留，你还要去崇洋媚外。语言啊，就是文化的一个根，你把这个根拔掉，台湾会失去它原本的一个灵魂，早晚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特色的，跟其他国家就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可能外国人啊不会想要来这边啊。为什么现在台湾可以吸引很多外国人？是因为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，这么多不同的族群，这么多不同的语言，这么丰富的一个文化，多元的一个文化，这个真的是在世界上也是很难的。哎呀，所以就是也是我想要保留，我想要为掉台湾北边的这个原因啊。雷米很爱台湾这一件事情啊，其实在国外我更能够感受到，他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啊，等一下一定要跑上台，我就一定要告诉他台湾是什么，是很棒的地方，一定要讲。那时候就有那个法国的跑友啊，就跟我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从头到尾没听过这个国家。”可是我今天经由你这么一说，我认识他了，我从今以后会记住这个国家，这个事情的力量就出来了。其实我们生活在这边，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有盲点，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美好，反而是透过他的嘴、他的眼界，他才告诉我们台湾是这么的美好。像我们之前也经过移民署的逐梦计划啊，我们就是在出一本可以保存台语的书，也把台法文化跟台文啊、法文啊，就是把它结合成一本书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更有力量可以去做这些，他想做的语言保存。各位台湾的朋友，拜托你们，多多珍惜我们台湾的自由，多多珍惜我们台湾文化的美，更不要觉得外国的东西比较好，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，不要忘记母语啊，多讲母语，都爱这块土地啊，一起加油！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，我没有很喜欢，就是叫我阿豆啦，因为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台湾人，比较让我觉得比较不雅，就是后面那个啊，怎么讲？搞啊，鸟啊，这感觉这是不是人？像瓦罗啊，也是啊，歪啦瓦罗啊，阿拉可以这样。有小朋友看到我的，有时候一些小朋友比较少看到外国人，外国人，就好烦。哪里有外国人？看到外国人。其实我现在啊，我看到外国人啊，其实我要阿东啊，所以这个我要改善，因为我自己不喜欢人家叫我阿东啊。